他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和张桂凤的保留剧目，是在越剧骨子老戏《孤土记》和《乡骂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一出传统喜剧。孤土匠张天宝之女九斤姑娘聪明能干，财主12老因3个儿子生来愚笨，前2房儿媳又终日不务正业，苦于无后人持家，意图将九斤姑娘娶作第3房儿媳。全剧轻松活泼，唱词对白多用嵊县土语，妙趣横生。今天这出呢，就是12殿王上门去考九斤姑娘，九斤姑娘巧妙应答的经典一折。刚才的12老呢，由海外越剧联盟纽约共同主席，原绍兴小百花著名老生吴派弟子陈琴香扮演。琴香女士是中国戏剧界协会会员，曾经在94中国越剧节获得银奖，在97浙江省戏剧节中获1等奖，曾多次随团赴香港、台湾以及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在美国几十年来，他不忘初心，一直坚守着自己喜欢的越剧事业，多次参加大小型的演出活动，给海外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同时呢，我也要介绍一下九斤姑娘的扮演者，海外王派传人乌素斐。苏菲毕业于浙江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曾荣获江浙沪越剧大赛优秀演员奖和全能新秀奖。主演的《双下山》《打樱桃》被评为越剧经典折子戏，由上海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的个人专辑更是得到了专家与观众的好评和赞誉。好，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2位精彩的演出。些事作孽啦，人家们有的破无人接替，我们有的也有人接替，就是上次3个儿子眼头眼脑不成大气，讨进2房媳妇，一个叫早日出版，一个叫乱蛋读，一日到夜叽叽喳喳相骂不断，突然一眼不灵，还想做当个人，整个人的头昏脑胀，走投无路。现在呀，我只有那个3子少宝宝兴隆当当顺稳，定好把我讨进一个聪明伶俐的媳妇。听人家来的话，5姊妹一个叫张苦头的人张九斤，伊是相貌好，肚子好，要是能够把我做第3房的媳妇们呐，我这个300万的田地可以把这
听懂。一对半，两对半，三对五声四对半，我的灵里心在说我，叫我姑娘是个孙。我是说你的房子吧？侬哪个晓得个叫？我冇算的呀。我算吗？一定是九九姑娘同才。里面个姑娘，咱们侬叫什么名字啦？我的名字啊，还要算哦。咱们侬讲嘞？我倒算看。干嘛能听懂？哦。我是叫那爷到俺屋里帮我铺东西。是侬来不得嘞？俺爷出门去跟好相商一起来。这不要紧的。俺爷回来，弄懂一讲，就讲12点我来过在，叫侬到10个屋里铺东西。那么俺屋里来到哈里呢？俺屋里呀，跟侬听懂。究竟姑娘，那侬到俺屋里去过噶？去都没去过，我是冒菜菜的呀。又是冒菜菜的，聪明哥，聪明哥，让我再考考你哦。究竟姑娘，今朝呢，我是想叫那爷帮我去负责老关侬啦。侬是要叫俺爷帮侬铺9只洞，是不是呀？侬哪个晓得我要铺9只洞的啦？歪来歪去的洞是没个，9是不是歪的啦？那么就叫老弯洞呀。他们9只洞呢，侬总不晓得了噻？他们能讲来，我听听看。侬听懂？三公转公都要用。
九金姑娘，噶好过我现在那样回来，叫伊早点到俺屋里吃别种饭哦。啥你电话？要弄到俺屋里手些去呀？哎呀，不早点，不早点，不早点。手啊，吃得起呀？不吃，不吃，不吃。吃不起呀？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我不吃，点心啊不吃，但我不客气了，我不送了呢。可究竟姑娘倒是有说调皮的，哎，门不开叫我坐子去，点心不就走啊，吃饭去。门开进过，门开进过，门开进过。好过，这等张师傅一来啊，革命亲自，我是一定要想